全球三大食品展之一的东京国际食品展5号台湾馆的部分盛大开幕。请用检，请检上，恭喜，我们的到在吗？台湾馆正式开幕，预祝我们台湾馆圆满成功，请各位掌声，热烈掌声。为了市长委托嘛，第2档率领台南在地优秀的农渔会、加工厂、甲盘手的业者来参展，推出80种以上的产品，用来推荐给日本甲海外消费者，希望吸引因的眼光。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把优质的台湾以及台南的农特产品介绍给各位好朋友。那尤其大家想到台南，不要只想到 TSMC 台积电，事实上。今年是台南400年，从1624年到2024年，所以呢，我们在欢庆台南400之余呢，我们也推荐给非常好吃的、非常好的凤梨、芒果、文旦以及芝麻，还有我们的蝴蝶兰，种种非常多的台湾的农产品以及加工品，跟各位一起分享。那我们知道日本是一个很重视食安的国家，我们一定会把最优质的台湾以及台南的农产品介绍给各位，也希望大家喜欢。我们2023年出口日本的这个食品是200多亿台币换成美金大概7亿7亿多。但是日本从外国进口的这个食品是150亿美金是4500亿台币所以这个潜在商机还非常的大所以很多日本人到台湾都会买台湾的水果，爱吃台湾的水果、食品还有这个果子饼干。那么怎么样符合找到这个日本的这种通路符合日本的文化跟日本的喜好跟习惯，把我们的产品推销出去，这是我们这个台湾馆的最大目的。驻日本大使谢中庭嘛，伫开幕式过后来到台南打位试食，对台南农特产的品质相当娱乐，嘛替咱挂保证。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